中昼11:58，真侪人手机拢收到电子批通知，讲即马日咧开山里有本土性天狗日的疫情，要注意防网。本来真侪人拢唔知讲即个开山里到底生做圆啊扁，一查才知讲原来是咧台南。也毋过现在规台湾拢收到消息，敢讲是过时未腊日。疾管署已经承认乌龙蛇岛解释讲是因为系统规个换新了后，停息设定走去。本来设定是半径390公尺内会收到消息，煞变做390公里，一个天差甲地，一长差9尺。中昼11:58，真侪人的手机拢雄雄收到一封通知，通知内面写：你所店的所在开山里有本土天狗日的疫情，请做好防网的工作。这互真侪民众看落是无煞煞。就是想说什么是开山里之类。防蚊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用到这种警报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系统的一个问题啦。我们这边疾管署在这边向全国郑重的道歉。放送消息的疾管署心中来甲全民回息咧，也承认失误。放送消息的范围原本是以台南市开山里为中心，附近390公尺内的民众才会收到。想袂到，因为疾管署放送消息的电脑系统设定来走去，互原本设定的范围按390公尺变做390公里，才会造成全国的民众拢收到。电信业的其实他们是配合我们政府发送这个服务啦，所以其实是免费的。防疫固然应该料敌从宽，但这是明显的错误，应该主管部会严格的来检查，不要再发生，也向国人表示歉意。行政议长苏贞昌嘛来回息咧，即摆的失误，互真侪民众质疑，到底主管机关放送灾害预防消息的标准伫倒位？放送的原则上要由各单位来制定，亲像顶一回农委会发布低这疫情，就是按照国际上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标准来通知予全国民众。但这一回疾管署的失误，只是要通知天狗类疫情予较严重的地区。统计今年本土天狗类的案例，台南顶礼拜新增加1例，今年累计总共有6例；高雄顶礼拜也增加5例。累计来到37例，而且高雄部分地区疫情是愈来愈严重，但目前只有台南市市长发布疫情的警示，想袂到却因为电脑的事故来造成民众的困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